咱来串联今日要唱的诗歌。伫圣诗，咱拍开咱的新圣诗第174首。第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咱唱2节。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引导我来明，叫起我心目道理，也我明白神旨意。第2节。我羡慕听通的心，求你引导我来明，受思养会拄罪孽，心思误会变心计。好，咱第2节的尾句吼，心思误会变性格。好，迄个是念唱迄落变哦吼。毋是变哦。好来，咱拍开《新圣诗》第1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靠，是为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万心苦衷。我一切过路，求你来投保。咱第1节的第3行遐，为着可怜我，怜悯的怜吼，毋是可怜我哦吼。咱第1节搁唱一届。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靠，所以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万心苦痛。我一切过路，求你来投保。好，咱拍开389首，上银的诗歌389首。阿拉上帝至悬至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要来敬拜俄罗咱的创造主。伫伊的面前，咱满有荣光；伫伊的面前，咱享受伊所创造的一切。咱用这首诗歌，咱来想象上帝伊所创造的奇妙甲大自然。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切鸟欢喜地饮食，溪水比草木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人民天白大慈爱。
一口气，一滴水，收拾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的主的来临，俄罗里创造大款灵。这时我邀请你，开开你的目睭，咱同齐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你想象你即马已经到一个青翠的草坡，你看见一尊玉兰花的顶啊边啊有真一个赤鸟围在伫边啊，你享受上帝的大自然，咱是何等大的福气，会当伫主所创造的大自然内面。万米若毋是照着上帝的喙，照着上帝的话，无法度完成遮尔奇妙的作为。这时，咱用感恩的心，搁一摆来唱这首诗歌。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赤鸟欢喜地吟诗，溪水比草坡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春风吹来一阵玉兰花香味，树头枝赤鸟欢喜地吟诗，溪水比草坡青翠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人民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收拾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的主的来临，俄罗里创造大款灵。一枝草，一点露，人民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收拾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的主的来临，俄罗里创造大款灵，俄罗里创造大款灵。耶稣讲，人若喙干，会当人来酒群伊，伊就要互咱水啉。信我的人，就亲像圣经安尼讲，伊要对伊的腹肚内面流出活水江河。耶稣是咱生命的亮光，阿免吗？阿门。这时咱起立来宣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
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宣告，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我们靠着耶稣重新得力，他必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我们再次宣告，他使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哈利路亚！阿门。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它是我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让所有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虽然有阻挡，但有时会看袂到上帝，总是咱已经伫上帝面前得到救。咱要搁较深来倚靠耶稣，互阮的性命搁一届来发出亮光。咱的性命嘛要靠着耶稣来得胜。你会听我的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的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的宣告，我无讲我的罪中，是你引出我的心。你会听我的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的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的宣告，我无讲我的罪中，是你引出我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要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免样样失败，心切不能高压抑，是你引出我的心。搁一届来宣告。你会听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你会听我的宣告，你是王。你会听我的宣告，我无讲我的罪中，是你引出我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要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
双手，咱来搁一个宣告。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里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不免惊也失败，现在稳定高雅因是你。因错我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我的心里靠着耶稣来的心，靠着耶稣的心，靠着耶稣的心。失败，现在稳定高雅因是你因错我的心，因错，是你因错我的心，是你因错我的心。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伫阮还是搁做罪人的时，你就拣选阮，互阮有份伫你的国度内面，互阮会当得到救。主，阮感谢你，你是遮尔奇妙，遮尔美好，你的创造一切拢是好，不管阮伫顺境还是逆境。阮总是要倚靠耶稣你的话，成做阮快乐，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帮助阮，圣灵引带阮，互阮会当活出上帝你爱阮过的生活。阮知，阮的生活内底有真侪阻挡甲试探，总是阮要赢过这一切，阮要得到得胜的性命。我嘛知，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的性命才会当完全得胜。主，阮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敬拜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愿你的荣光搁再荣光。愿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恁着感谢耶和华，
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报扬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圣诗第174首，我心慕真理的神，请起立吟全首。现在请坐，大家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我要感谢你，我要敬拜阿罗你，感谢主。伫即时，全世界有战争、有病毒、有各项的苦难，阮的环境变歹，侪性命受到迫害，愿也阁会当正常生活，平安来到你的面前，到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这是愿何等的福气！感谢主，你是全能的神，阮的心灵拢要归于你，因为全世界拢是主你掌管。感谢主，当阮拄着身躯病痛，或者是拄着艰难的时，求主你保守看顾、帮助夫妻甲医治，伫众兄弟姊妹的夫妻甲安慰当中，阮看到你的恩惠甲赏福，互阮会知上帝，你随时甲阮同在，袂放阮孤单。每一摆，当阮将心灵转向上帝，阮就会当看到你的大权能无所不在，也鼓励阮会当坚定、勇敢向前。主啊，阮是卑微小可的人，借着祈祷，求你赐予阮信心甲力量，时常倚靠你，互阮成做上帝使用的器具，学习150年前马街的脚业。互阮伫传福音的事工尽心尽力，活出上帝美好甲荣耀。主啊，当阮伫凡事小小的忠心，你就会为阮陪伴伫大受伤、大事上忠心的信心甲伫气力。阮袂当夸口，阮会当做啥？
但是阮会当夸口，阮所倚靠上帝大能。感谢主，阮将教会众兄弟姊妹，无论是因的家庭、工作、学业，也是健康，一切拢交托伫主。求你保守每一位兄弟，满足因的欠缺，医治因的疼痛，互因的困难会当得到帮助。求你施恩赐福，安慰因的心灵，互因伫基督内面无得惊吓，会当充满信心、喜乐甲平安。求你赐福，互阮罗州教会，大家团结和谐，彼此相挺，互服侍兄弟，若服侍也若甘甜。阮祈求主，你将病毒废无，将乌克兰甲俄国的战争平息。遐因为战争甲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求主你安慰因的心。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求你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互阮的灵命得到造就，会当知你的心意，互阮大家会当团结，温群做工，复兴属于你的教会。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好者，咱大家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伫咱的新圣诗后壁面1105页。你着兄弟来，我来启兄弟来引。你着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称作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业哈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敢是真正拢袂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感谢主。做者，咱圣歌队带领咱做伙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诗是《伫我救主荣光面前》。
感谢圣歌队美好的歌声，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10节。台语合译本伫新约205页。啊，这显着，咱做伙来看，我来读，请兄弟做伙来看。第7节，若是阮有即号宝贝，藏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毋是出伫阮。阮凡事受患难，若是无困迫、为难，也无失望；拄着困着，也无受放杀；受拍倒，也无死无。第10节，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受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阿们。接着，咱做伙来信仰告白。咱信仰告白是主祷文，请起立。请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履行，伫地里像就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伫得去，着叫阮脱离迄个坑，因欢迎永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接着是咱的牧师要讲道，伊的题目是逆转得胜，逆转得胜。来，中一位兄姊，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下礼拜六下周有咱的幼童亲子课程吼，就是牧师林牧师带一寡细汉囝吼，透过老爸老母甲囡仔做伙来活动的课程，吼帮助细囝。我一直咧观察吼，已经经过差不多这第2个学期吼，对去年9月、10月到即马，看到细囝的进步，嘛看到时间咧过。非常的紧，所以求上帝帮助。每一个人的成长拢爱有一段时间，吼，毋是一次吼就可以完成，吼，毋是一步就会当完成，是每一个时间吼，每一个时间安尼累积。吼，时间嘛过了真紧，2年外，吼，已经差不多将近2年疫情，到伫今年，希望会当过一段落，对渐渐生活。无方便，阁会当恢复到以前的生活。虽然还阁有一段的距离，上帝收伫咱的生活内面。后个月4月对咱的教会、对咱个人的性命拢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节，叫啥物节？过活节。伫过活节耶稣要过活进前，耶稣爱承受难，所以4月15号。礼拜5的暗时8点，伫咱教会有西区西义区联合耶稣受难日的礼拜，伫遮甲大家邀请4月15号的礼拜5的暗时，耶稣为着咱埋葬，但是咱为着耶稣来栽种，所以耶稣这粒马虽然死，但是结出侪的种子生命，就是咱每一个人。所以咱用栽种，耶稣为着咱埋葬，咱去用栽种。耶稣为我们埋葬，但是呢，我们却被栽种，我们的生命却被栽种。各位兄弟姊妹，4月17是耶稣过活，今年是4月17，咱要伫遮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过活。4月24，咱要召开临时会员好会，咱。教会真重要的事，就是要改选后一年的
后一届中职，所以咱爱来准备咱的心，咱用祈祷的心准备心，嘛，靠圣神来带领咱的教会，嘛，互咱的教会是充满耶稣基督的疼，上帝恩典以及圣神伫咱的教会来改变咱，互咱的性命会当亲像耶稣一样。所以亲像耶稣的性命，才有法度成圣，有成圣才会当得胜。愿圣神帮助咱，嘛赐予咱的教会。咱今仔礼拜嘛是非常的美好，愿主帮助咱。咱伫生活中难免拢会拄着困难的事，每一个人拢望生活会当平安。但是咱看顶礼拜有一个地动，伫半暝发生，你的手机咧响，还是迄种咧困甲毋知影醒的情形。所以咱大个台湾，其实有时有风台，有时地动，有时短时间，都会造成真大性命甲财产的损失。战争嘛是共款，虽然咱是和平的时代，但是看到欧洲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嘛，互咱感受到，其实台湾海峡敢是有真正永远平安甲和平。所以人讲看今仔日的俄罗斯来看未来的中国，也是要看以后的乌克兰来看今仔日的台湾。昨有一个讲者讲，想想乌克兰来思考台湾。我求上帝帮助咱，因为有人讲这场的战争非常的关键，因为台湾若无出口精准的 GPS 和俄罗斯，再过来他们就那个坦克车就造不出来了，因为没有精准的 GPS 那个定位的仪器。那这家厂商听说是台湾的出口的，你家的搞不好你家的汽车的导航都是那一家公司做的。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小小的台湾嘛是整个世界战争非常的关键。求上帝帮助咱常常看不起台湾。但是咱知影讲，咱所住的这块土地非常的重要。你会当互人讲，虽然是伫远的所在有战争，但是非常的关键是咱所住的这块土地顶面。罗马书5章3节到4节，是林书豪伊上爱甲咱分享的一段经节。伊讲，伫患难欢欢喜喜，怎讲患难生出吞论，吞论生出老练。老年会生出一个愿望，所以是逆境的下面要安怎来得胜？咱看这场的战争，看到乌克兰人民的损失，咱非常的艰苦，替因祈祷，嘛求上帝施恩帮助。有个影片讲战死的人，安尼转来到伊的部落，到伊的庄头，哇，规阵的人拢安尼跪伫两边的路边。伫遐拢比是物价，因为咱知影讲，伊是东正教东正教，伊毋是完全的天主教是迄阵东罗马帝国传落来即种的东正教东正教。看到因的虔诚规个庄头的人拢伫遐，为着即个正死的勇士来甲伊送别，来毋甘跪落替伊祈祷。所以看来讲。这场的战争嘛，互咱知影讲，要安怎来逆转得胜？看到最近的战争的情形，虽然非常的焦灼，也无法度知影讲到底是倒一边来胜利。但是咱嘛替这个国家来祈祷，因为伊嘛是上帝的子民。伫患难的中间，甲困难的内面，咱为信心，因为信仰，互咱来得到坚固。罗马书5章3节到4节，就是真好，甲咱勉励的所在。所以伫主的恩典的下面，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经历到人生伫失败的下面来反转，来得胜。所以今仔主题中间讲，有一个宝贝的物件藏伫咱邪气的内面，瓦器的里面，这嘛是保罗从信道讲，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一个瓦器。很普通的瓦器，伫印度，因啉咖啡用一种瓦器，伫路边你就会当啉到足俗的，一杯提神的咖啡，小小杯，就是真的用瓦器做的，
遐去，因啉啉的迄遐去，你要扎断的嘛无要紧，因着甲迄伫边啊，就无爱啊。因为迄种是足粗俗的物件，足粗俗的物件，因为上面没有上釉，就是很普通，就是用头悄悄的烧，就变成一个遐去。迄规身上拢是规批的，所以因开车的人开长途开到路边，就伫咖啡店讲，我要咖啡，伊就互你，然后啉的，伊就甲迄伫边啊，规山的遐去。但这遐去是真粗俗，比你食的碗搁较粗俗的物件。所以伫做运动，咱为什么这遐去会变做一个宝贝呢？各位兄姊妹，若无上帝恩典，咱拢是这遐去，咱拢是爱互放定调献杀。但是这遐去内面若有底物件，就变成一个杯啊。若得着蜜，伊就变成蜜罐；伊若得着宝贝的即个珠宝，就变成珠宝盒，就变成一个宝盒。所以信耶稣的人，伫咱生命内面有一个宝贝，伫咱这平凡的遐去的内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已经互咱重生搁活的救主。所以咱甲每一个人，甲边仔人讲哈利路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搁活，哈利路亚。所以咱无啥物通夸口的所在，只有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的生命才有法度反转来得胜，所以咱各位兄弟，咱毋通活伫失败，还是活伫伤害，还是伫痛痛的内面。咱让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爱抬头挺胸，爱行往未来，因为耶稣住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有耶稣伫咱的生命，咱的人生才会得到完全的改变。今日的经节第4章第7节讲我们是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出于我们。如果咱有这个宝贝放伫咱头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关联做上帝，毋是出伫咱，是上帝。将耶稣的疼，将主甲放伫咱的生命内面，毋是出伫咱的家己。所以咱看到咱的生命有耶稣的时，无论拄着什么种的困难，咱只要仰望耶稣，就会互咱有真大、真奇妙的转变甲改变。伫保罗先生所甲咱勉励，第一，咱无迄种困掉的，不被困住，不被困住。虽然四面拢有对着，但是咱无妨为掉。即个无受到困迫，华语叫困住，台语讲困迫。即个意思就是讲，伫咧做葡萄的即个过程的内面，即个葡萄爱互压榨，但是即个压榨的过程中间，即个物件拢破碎，但是即个压榨的内面。流出来是葡萄汁，是葡萄汁，是互人利用的葡萄汁。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虽然用压榨，但是无用捆绑掉的。所以无论拄着更较大的问题，咱无用拍倒、颠倒，搁会拍断手骨安那颠倒用。所以伫咱耶稣住伫咱的内面，是拄着困境，哪困难，哪人生跟哪臃肿，因为耶稣会同在。这对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就是互咱真大的看见甲勉励。所以伫哥林多前书，也是哥林多的后书，借着保罗伊所写的批来勉励咱。所以保罗传福音，毋是拢一帆风顺，毋是一帆风顺啊。如果伊若是耶稣面前去，伊去传福音，伊应该是一帆风顺才对。但是伊伫传福音的过程，伊所甲咱讲的是安那？伊互拄着贼马，遇到贼马，迄种拍，迄种修理，甚至安那，迄种迄落海。
伫后书的第7章第50，伊就讲：因为阮来到马其顿的时，阮的肉体拢无平安，凡事拄着患难，外面有三钱，内面有惊。外面有三钱，内面有惊。保罗是向前向站，向掠伫监狱的内面。但是伫基督的内面，家门竟然法度拍开。这个狱主啊，吼，这个典狱长啊，吼，就是关监的这个保全的吼，甲带去因兜，保罗甲因传福音。所以面对这种困境，保罗胜过是靠着耶稣甲伊同在。伫旧约嘛是有拄着安尼代志，吼，阿兰王听到先知以利沙伫咧多丹，吼，在多滩，伊就派人去围迄个城，吼，要围以利沙。透早时，以利沙的罗卜看见着阿兰军拢包围起来，伊就真惊吓，走到以利沙面前讲：主人啊！这阿兰王的军兵已经围伫咱整个的城，咱稳死的，咱稳死的，因为咱只有2个人，以利沙甲伊的罗卜，安尼若定，要安怎？但是以利沙甲伊讲，毋免惊，我要互这个阿兰的部队，阿兰王的军长看到阮这边的人比因搁较侪。所以，就求上帝，求主啊！你着开这个少年伊的目睭，互伊会当看去。以利沙就安尼祈祷，求上帝帮咱，互伊的罗卜会当看去。这个罗卜真正看去，满山的火车、火马甲兵丁，为着要准备战争，包围起来。所以，这天的天军既然比伫地上的阿兰王的军兵搁较侪。后来阿兰王的军兵目睭迄烟就是已经拢安尼看袂清、看袂明就对啊。所以后来伫遐互相的践踏，怎变成做以色列人的战俘？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乌俄战争毋是互咱看去吗？愿上帝帮助咱。只要上帝甲咱同在，敌人嘛会降服。虽然咱世间有真多的困难艰苦，所以咱爱仰望就是为价顶的耶稣，因为是价顶耶稣讲成了，一切罪来得到赦免，除去了这个咒诅、疾病以及死亡的权势，要互咱看见耶稣甲咱同在，互咱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有一首歌讲：耶稣安那全什么货？耶稣全胜利。靠着耶稣，互咱得到胜利。因为耶稣伫十字架顶讲成了，用伊的性命，用伊的宝血来洁净咱。所以愿主帮助咱。伫约翰一书4章第4节嘛，甲咱讲，因为住伫咱内底比世上搁较大。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比住在这个世上更大，所以以利沙嘛是安尼讲，互伊的罗卜会当看见上帝掌权，会当看见着上帝车客满山的军兵。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是一个新热，但做烦恼讲乌俄战争有可能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们希望不要，但是我们要为这个战争最后能够祷告，公义的一方能够战胜。这次的世界大战，有一开始法国非常的骄傲，法国讲我们在东部的战线已经布下很坚固的大炮，叫做马奇诺战线，规线拢是大炮。但是德国德国用坦克车就把它冲破了。一开始战争法国亡国呢，法国是足大的呢，是欧洲3强呢，德国、法国甲英国。结果法国安尼战一个都败去，规个所有的部队撤退到敦刻尔克。这有一出电影
拍成电影叫敦刻克大撤退，或者是说敦刻克战役，吼，这有拍成电影，30万、10几万人伫咧海边要等待撤退，30万人诶，就敢若泸州所有人脚拢来淡水河边伫遐啊等船来载，吼，30几万内面有英国诶阿兵哥，嘛有法国吼，大部分是法国，嘛有比利时诶联军伫遐，已经互逼到海边。迄那亲像摩西头前是海，后壁有队军，有队兵。这敌国若过来吼，全部拢爱死，有可能全军覆没。伫即个真危机的时刻，英国的国王讲：“咱做伙来祈祷。”伫5月26号。国王甲所有全国的这部长、首长，以及教会的大主教、牧师，拢做伙来祈祷。伫咧西敏寺，大家做伙来祈祷，因就伫遐祈祷。当然毋是敢若祈祷尔定吼，这手指儿头壳摸咧烧，伊嘛安那，紧诶征调所有的军舰以及民用的船，恁兜若有敌牌啊，拢爱交出来吼。爱去对岸载遮个阿兵哥吼撤退吼。伫祈祷的中间，这天气吼愈变愈歹，阻碍了德军吼，阻碍了德国的部队来拍即个伫海边这30几万的大军，因为这气候小可会无好，所动员的这个军舰以及民用的这个船，无论大船、小船，竟然甲这30万、33万的人拢先载到英国，吼，这个叫做敦刻尔克大撤退，吼，保存了部分的战力，吼，保存了部分的战力，才有法度以后会反攻，吼。所以，各兄姊妹，这就是经历上帝的恩典，每一场的战争，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毋是足平凡无故，内面拢有伊存在的故事。亲像丘吉尔所讲的，伊甲英国的百姓讲：咱伫山顶战争，伫海边战争，伫山角战争，就是要对抗纳粹。所以这泽伦斯基就用丘吉尔的话，甲英国的国会甲伊演讲，唤起着全欧洲来同情乌克兰，来替私底下拢投送武器互因会当一场的战争，阁有战力会当逆转得胜第二，互咱看到不致失望，无得到失望。所以伫4章的第8节讲，凡事患难，毋是若是无困迫危难，也无到失望。这困迫无得到失望。无地到失望，华语是说心里作难而不至于失望，这作难也好，也是危难也好，就是讲，互咱心惊吓，毋知要安怎，毋知要安怎。1833年，1833年的10月21号，伫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有一个细汉婴仔来出世。这个婴仔出世，甲你兜的 baby， 也是阮兜的 baby， 拢同款，非常的平凡。但是这个婴仔有一个特别的所在，体弱多病。虽然囡仔会当喘气，也会当叮当，毋过就是身体真烂啦无法度4年。这医生讲有可能活袂久呢。这老母听着讲第一出生这囡仔嘛毋知要安怎，嘛非常的惊，嘛非常的无力，就跪咧祈祷讲主啊，这囡仔呢是你所赏赐的，我袂当放弃。有甚物种的能力会当来互这个囡仔来长大？伊就抱这个古外话囡仔伫上帝面前祈祷主啊，伊就救这个囡仔。那救这个囡仔，为着要荣耀你，要甲这个囡仔奉献予上帝。这通常拢是真伟大的老母，伫上帝面前的宣告。所以这个医生就伫这个囡仔就记录簿甲伊讲
家境真困苦啦，体弱多病，安尼，经济有困难，后来这个囡仔真正活来，伫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虽然体弱多病，但是安尼妈妈卖该请大汉哦。但是请大汉了后，伊的老爸因为做生意失败，为着要逃避这债务，立起来，就无爱出面，所以伊的老母安尼辛苦开一间杂货店，甲这个囡仔饲大汉，嘛教着这个囡仔讲是上帝救你的命，伊嘛教这个囡仔爱祈祷，常常甲这个囡仔老母甲囡仔祈祷，这个囡仔嘛真用功读册，非常的用功读册，这个囡仔嘛真谦卑，到伊大汉的时阵，伊真做发明之王，伊就是诺贝尔，伊发明一种物件叫做火药，因为发明火药伊趁袂少钱，但是讲互这个火药造成人的灾难，所以就捐出伊的财产来做诺贝尔奖，就是安尼由来。这个囡仔原本是体弱多病，但是老母祈祷，互这个囡仔变做一个互上帝使用的人，发明真侪物件，真侪有贡献的人，甚至佫真侪诺贝尔奖的这个起头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虽然咱心艰苦，但是千万毋通失望。咱毋通讲咱互拍倒，一切就结束。各位兄弟姊妹，如果你也感觉讲我疼到要死啊，我可能活袂久啊，你着爱求上帝帮助咱。食袂落饭，你顶到甲食较济互你的身体佫较用。所以愿上帝想互咱，咱看到以色列做奴隶伫埃及，但是因咧出埃及的时，头前是亲像红海，无路，后壁有队兵，百姓佫伫遐起怨言，所以以色列是伫咧绝望，你看摩西要安怎做？但是摩西到尾嘛无失望，摩西伊到尾用伊的拐举起来的时阵，来指这红海，红海就分开。所以出埃及记14章14节讲，耶和华要为你交战，恁做恁点点，无做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毋是相款吗？后壁有德国的队兵，这33万，如果这33万的人拢变做是德军，要安怎？所以看到上帝伫这中间掌权，以及无抵到互人失望。第三，咱毋通互感觉咱是互气杀的人，虽然拄着困毒，也无受放杀，遭逼迫而不至于被丢弃。这困毒，也是这被逼迫，拢是共款伫这个真紧急的情形，就亲像伫战争后壁有队兵向对赶。保罗甲希腊因来到菲律宾的时，嘛受到侪的迫害，甚至无言无语，互拍，关了监。因是安那面对，因无失望，嘛无放弃，因嘛感觉讲，我无晓上帝袂记得，所以因就祈祷学了上帝。上帝施大恩，互地忽然间地动，监牢的门开去，这所有的犯人拢走去。这看上监牢的人，甲因全家，因为安尼嘛来信主，所以就伫遐建立着菲律宾的教会。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毋通失望，咱爱靠着信心头前来走。咱看到伫哥林多后书，保罗50届，50届互棍拍，了互石头结一届。然后拄着船歹3届，一暝一日伫咧海里。26节有讲着讲，因伫咧行远路的时阵，拄着江河的危险，拄着插的危险，拄着家己犹太人的危险，嘛拄着外邦人的危险。27节讲着因受劳碌、受困毒，侪届袂得困，佮枵，佮喙焦。佮无物件通食，佮寒，佮赤身裸体，
所以保罗遭受安尼迫害，因仔亲像上帝甲伊气杀，其实伊是无互上帝甲伊气杀，因为伊知有耶稣甲伊同在，伊胜过任何的困难。伫伊的心中是要呈现出上帝的荣耀。有一本册叫做《天上人》，这本册吼，这本册是一位兄弟的见证。这本册伊讲吼，伊甲人有无相款的看法吼，因为伊为着传福音，伊向关监30几届。我伫遐互刑罚吼，互拍，但是伊无法度来写伊所拄着的艰苦，伊甚至用拖出去用电击，电击棒甲电。但是为着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伊就甲人讲，只有耶稣甲我同在，我有无比的喜乐甲平安。因为耶稣甲我同在，我有无比的喜乐甲平安。伊虽然有一段真悲惨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悲惨，但是呢，伊讲有耶稣甲我同在。我就无比的喜乐甲平安。伊写这本册天上人来讲伊安怎做传福音的工作，伊安怎行伫这十字架的道路。当伊互刑罚，肉体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无法度夺走伊心内的平安。所以，愿主耶稣甲咱同在，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患难、艰苦。迫害，耶稣甲咱同在，互咱无放弃。上帝会甲咱三个同在，互咱安慰。但是咱无抵到死亡，所以虽然向拍倒，嘛无抵到死亡。就算做讲咱互人拍倒，嘛无抵到死亡。所以箴言24章16节甲咱讲，因为义人虽然七界跋倒，又也要兴起；歹人要因为灾厄。来规个倒坏，所以胜利是属伫咱，咱毋通放弃，互咱有信心。虽然跋倒，搁再起来。耶稣举十字架嘛，也甲跋倒，但是伊搁起来。美国有一个大学有一个同学，伊虽然伊的成绩足好，但是伊嘛真杰出、真活泼、真乐观，嘛得到。真侪奖，嘛得到真侪同学甲伊学乐，但是有一届，有一位同学甲伊问，你为什么你爱举乖仔来上课？咱中间可能咱有行动无方便的兄弟，伊讲我得了小儿麻痹，我得小儿，所以我必须要拿拐杖，我爱举乖仔。但是伊同学甲伊问讲，你要安怎处理你每一件生活的代志呢？你处理你行动无方便，你搁遮尔乐观快乐，搁得到遮尔侪奖，搁受到肯定，你是安怎做会到的？这个少年人，伊虽然行动无方便，成绩真好，真乐观，受到人的肯定。伊讲这也无啥物，因为病毒只有留伫我的骹，无侵入我的心。各位兄弟姊妹，病毒只有伫我的骹，无我的心无互拍倒。所以咱的心若无互拍倒，咱依然徛在。我想乌克兰共款，阮只要若无向拍倒，我依然徛在，阮就有能力来共讲，我是一个自由的所在。做这同学的分享，讲我的心若无互拍倒，肉体无论拄着任何困难。到最后拢会得胜有存，因为肉体的杀害是来自心灵。你的心若无互拍败，你要搁徛在，你就会当领受这份的胜利。伊讲我虽然是一个行动无方便的人，大家拢知影讲我拢知影我的成就，但是。我会当互肯定的是，我的心有乐观，我的心有乐观，我的心无因为安尼来互我所处的处境变得搁较歹。澳洲有一个牧师的囡仔叫做利克，伊毋但无手，阁无骹，
一个囡仔安尼吼，着去世界做见证，吼，慢慢来过台湾，吼，看伊安遮活泼，吼，遮活跳。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耶稣虽然互钉伫十字架顶，伊3日搁活，但是赢过死亡的权势。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无抵到死亡。知影讲哥林多4章第10节，嘛是今仔日的经节讲，咱做伙来读吼来。新像上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死嘛显明伫咱的心上。虽然的心上是耶稣的死啊，但是咱显明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搁活伫咱的心上，这才是对的。所以虽然讲咱是平凡的器具，那亲像这个乐器，吼，毋是故宫内面的瓷器啊，高档货都在故宫里面，吼，要保全，给它关起来。但是真正的，吼，像我们这样无价值的人，有耶稣带伫咱的内面。咱搁做伙来读一解来，亲像上带着耶稣的死，互耶稣的生嘛显明伫咱的心上。所以咱是甲耶稣共搁活、共死、共搁活的器具，这才是咱信耶稣最大的价值，就伫遮。咱的生命拢会拄着真大的艰难，吼，真大的艰难甲困苦，愿上帝帮助咱，吼，咱看到300-400万的人安尼离开因的故乡，因所拄着的艰难，无比咱搁较大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吼，无论拄着任何的困迫、痛苦、患难，咱无互气杀，嘛无互拍倒，甚至无死亡。伫主的内面，咱是上界伟大的得胜者。愿主耶稣施恩伫咱的心上，互咱来想看觅讲，耶稣是安怎互咱真做一个器皿。咱想讲，咱要真个上帝所使用的器具，甲迄个器皿，吼，迄个器皿就是讲，看你缀啥物物件。你若缀保面，你就是珠宝盒，吼；你若缀水，吼，就是脸盆，吼。啊，你若缀，吼，看你缀啥物物件。所以这是咱上帝互咱真大的空间，吼，咱的生命爱借着耶稣，吼来得胜。愿上帝使用，互咱同心来祈祷。爸上帝，你听阮，愿你对世界顶正所有拯救的事，你所留的宝血来洁净，互阮得胜。你虽然埋葬伫坟墓内面，但是你3日后搁活。你是互埋葬，亲像一粒马死，互阮真做得胜的性命，就是结出济的子女，就是阮。阮的性命，搁互财政，会当搁影响搁较济的人。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拄着患难，互阮无互拍败，有阮徛在，会当领受着最后的得胜，是阮伫阮的性命内面。阮献上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牧师美好的勉励。咱做伙来吟信诗回应诗第113首。我来邀见你，救赎我的主，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备办心来做伙来奉献，也请即献的同工来即献。请坐，请起立。请坐。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咱的手部的骹面，咱家己读2遍。请，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第2解，身躯常常带耶稣的死，互耶稣的活也会显明伫阮的身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0节。好，接着咱做伙来欢迎甲报告。
今仔日敢有新来的兄弟？无吼，好，请拍开周报，咱做伙来看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小会议决定伫4月24，就是4月第4主日，要召开临时会员讨会，要改选后届的长老甲执事。伫1楼公布栏有公告，有符合长老的候选资格名单，甲符合执事候选的资格名单。若有特殊的原因，请到干事的遐填写声明书，以便小会做最后的审核。最后，选举确定名单将伫4月3日小会议决后公告。第二，4月3日就是后主日，是本会圣礼典主日，大家请用恭敬的心出席主的圣餐，甲主同坐道。第三，信德奖学金经审查得奖的学生有第一，大专组有林品仪，高中组有林佳音、洪世杰，高中组有王代全、李怡恩，国小组有徐玉珍、蔡婉华、蔡如吉、徐凯恩、廖君荣、郭义晴、郭义宇、蔡硕哲、陈友谦、洪明熙、洪子敬、洪浩晴、洪子涵。咱定伫4月14日阁有偌济赞美礼拜当中要颁发得奖的学生，请亲自出席来颁奖第四，3月30日礼拜三顶晡10点，伫咱泸州要办泸州的联导会，伫咱本会来举行。第五，叶分子以3月24安息伫个主怀3月30日，查经祈祷会要暂停，伫暗时8点要伫李永林兄弟的府上要举行安慰家庭礼拜。伫7点半教会要集合出发。4月2号礼拜六顶晡要伫板桥的殡仪馆崇仁厅要举行。8点要入殿礼拜，8点半告别礼拜，煞则要伫三峡的火顶场来火化。伫下晡2点要伫安葬伫观音山因的家族墓园。要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弟，伫7点半教会集合出发。第6点，关怀探访3月31日下暗8点陈汉峰弟兄兄弟的府上伫个台北市当个暗的7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7，第2季4到6月的复赛轮值表伫公布栏公布各位同工请注意你个人的复赛项目甲日期，时间上若无方便，请自行甲其他的同工交换，并且爱通知办公室。第8，新港讲读经2022年的第2季的读本信用良伴，同心同行，已经放伫个1楼的招待桌欢迎兄弟家己索取，但厝内会当依照伊的进度灵修。第9，幼童音乐亲子课程隔礼拜六的下晡5点到5点半，对象是学龄的幼童咱的林牧师要亲自指导若有要参加的，请林牧师来报名。即马上课的日期4月16、4月23。第10，会计报告，2月份的收入58万0330块，支出
50526565块，结余7506565块。说接是团契消息。第一，上年团契今日第2礼拜以后，伫1楼要举行例会吼，客友请踊跃出席，比如午餐。第二，儿童主日学今仔日第2礼拜煞伫2楼要举办亲师座谈吼，邀请主日学的学生家长吼，也是讲你想要了解儿童主日学的家长来参加，有哪比如午餐。再就是集体相通。第一，洪东长吼，甲胡玉段夫妇因的查某囝洪佩珍吼，伫3月25伫澳洲吼生产有一位婴仔吼，查某的婴仔吼，那母女拢平安吼，感谢主。第二，咱的李宏月姊妹伊的囝吼，郭宇文吼，要甲伊的江梦璇吼小姐吼，要定伫4月9日吼，顶埔的10点举行结婚的仪式，12点的宴席。地点是树林吼，青青时尚花园会馆吼。第三，本会林嘉欣就是咱迄个福村执事的查某囝吼，伊4月10日吼下暗7点要举行毕业音乐会，地点伫师大吼，古迹礼堂吼，伫个台北市的和平东路，若要去的免费吼，收取门票，欢迎兄弟来参加。第四，咱为着身体无好的吼，外伤手术甲慢性病、癌症，遮个兄弟吼来台岛。阁有咱也为着4月24，咱教会改选吼，后几个中职来祈祷。也为着咱外出吼去做兵，也是求学的青年来祈祷，也为咱的青少年也是有换工课、找工课，也是准备公职的考试、研究所的考试，吼，逐项拢咱做伙伫咱的灵修甲拜三的早间祈祷会吼，拢来替因祈祷吼。上尾咱若为着咱乌克兰的战争局势吼，为遮个难民来祈祷，也期望咱的战争会当早日来平息吼。好，上尾咱有总会中会教界消息吼，5月7日吼，伫台北中会传道部要举办初阶的中职训练会吼，主题是恢复适度补足欠缺的，请讲员是陈建岳牧师吼，地点是大稻埕教会，吼，以上。无吼，好，咱做伙来吟八篇诗，圣诗第389首，兄弟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咱来请牧师祝祷。咱做咱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疼痛，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免。
坐。下倒避讳，